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昨暗一个27岁的查甫人张文，伊伫咧台北车头甲捷运中山站牵烟雾弹，佮举刀甲人攻击，一路佮换装换误解，后来是跳楼死亡。警方调查发现讲，其实伊为今年中就开始伫咧计划，伊犯案的工具嘛是家己做的，或者是网络买。目前是无查出其他的共犯，不过伊的犯案动机嘛也搁咧调查。 北在烟雾弹中山台南案件震惊社会，不过其实下晡3点外，张文已经为中山区开始放火，一直到公园路租屋处，一直到北车这一段期间，变装了3次。在北车攻击以后，往诚品南西店走的时候，又变装了2次，总共变装5次。 警方指出，放火甲北车甲中山的犯案，张文变装5摆，5点将下嫌犯盗取嫌犯的洋回故乡。张文17为高雄路细碎所在转到中山区旅馆住3天，拢是行路甲骑机车，无甲任何人接触。为扣害平板进行分段发现，张文会年中就开始计划犯案。 这个嫌犯是一个计划型的一个犯案，计划型的犯案。我们从他的存取的权限跟编辑的记录，都确认是同一个人。目前没有发现有共犯，没有笔记本，也没有知识骗你去搜索他的住家，他住家也没有知识骗你，目前也没有他表达任何语言的行为、思想的行为，所以初步我们查证他的动机，我们现在初步查证是属于个人随机的袭击的杀人案件。 北市警指出，犯案用的物件张文威胁皮买甲家己做的无共犯，是个人随机的攻击杀人事件。这个代志也造成4人死亡，真侪人受伤。警方甲派警力巡逻，增加防护盾牌，早起由民众到北捷M8地下1楼通道献花悼念受害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